色列甲哈马斯继续咧冲突，以美国做头的相关的国家嘛持续用外交手段要来做公亲。那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承认伫个以色列甲阿拉伯的国家，美国的总统拜登明仔载嘛要到以色列来访问。美国已经出动着航空母舰到地中海，另外要阁派2000个美国军到以色列的边境，就是要防止这场的战争来扩大。空袭警报响起，下班了后，特拉维会民众赶紧走去防空避难室。哈马斯发现火箭弹，随后到伫环怀市区被炸落来。哈马斯一定用火箭来攻击，那以色列国会议程被搅乱。刚一天召开会谈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有以色列战时瑞国，嘛因为安尼秘入去避难室。布林肯和以色列战时瑞国开会开7点半钟，宣布后一个要来的就是美国总统拜登。On Wednesday, President Biden will visit Israel. 美国国务卿和总统正后卡来到以色列，嘛表示美国对这个中东大盟友的重视，要做是为以色列筑一支强心针。בשבועות הקרובים נצטרך כולנו יחד לנהל שגרת חיים לצד ניהול הלחימה. 为了前往以色列，拜登临时取消原本前往科罗拉多州的行程，改留伫华府参加国安会议。北京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瓜比透露，拜登将会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来见面，讨论军事行动、人质的状况，也有人道救援等等的议题。了后，再前往约旦和约旦的国王、埃及的总统以及巴勒斯坦的总统见面。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继续炭烧，美国世界岛总协调各国外交的同时，派出去的军力嘛在增加。美国航空母舰爱心号号打击群已经前往地中海东部，加入福特号打击群。另外，有美国的国防官员透露，美国阁打算派2000个美军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来到以色列周边地区，除了提供医疗和后勤支援，嘛是为了阻挡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，防止战争进一步来扩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